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听台湾人台湾事。我是现在妈妈。伫日本时代的囡仔拢咧耍什么，也是因咧做什么。英国有一个伫屏东潮州的人黄连发，伊捌去收集嘛记载袂少囡仔的佚佗物仔，因的歌谣甲一寡囡仔故。咱今日来看英国囡仔咧耍什么，甲熟悉黄连发先生。咧放长假，今日无要讲清明，因为是儿童节，咱来讲甲囡仔有关系代志。英国的囡仔是咧耍什么？当我去读到日本时代的记载，发现讲有足济我已经毋捌听过的囡仔歌，毋过也有一寡是较大也有咧唱的。我嘛看到足济佚佗物仔，也是游戏，是即阵已经无啊。毋过有诶，我家己拢捌算过。日本时代都有对台湾传统文化，包括囡仔歌诶文字记载，像即阵也有咧唱诶火金菇来食茶，是伫真早诶台湾日日新报，日本人都捌写过啊。那即马看，日本人迄当阵收集台湾诶风俗习惯，佮甲写落来，伊是有2个无共诶时间，迄当阵诶目的。嘛无啥相共。头先是因拄来时要统治台湾，所以就先入捌台湾文化。因做袂少歌谣的采集，也是去收集故事，为着要了解台湾人，嘛为着要学台语。后来一直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的时，迄当阵还有另外一群人赶紧去收集台湾的风俗、传说甲歌谣。毋过，都毋是为着要统治，一方面是要甲遮个文化产物当作是文学研究的对象；另外一方面，也烦恼战争会破坏台湾本地文化，所以爱紧甲保存落来。今日要讲的黄连发，伊的文章记载拢刊伫《民俗台湾》一本杂志内底。这是第一本专门写台湾民俗文化的刊物。这本嘛是拄开始战争的时阵才开始发行的，内面有日本人伫大稻埕、伫桃园、伫彰化收集到的一寡俗谚甲故事、歌谣，也嘛有台湾人家己写落来的一寡传说，也是因对渔民做事人的一寡描写。所以发起这本杂志的人，内底有日本，嘛有台湾的学者，像台湾头一个社会学博士陈绍兴，也是后来做台大中文系教授黄德时，因拢有参与到。伫这本杂志投稿的台湾人也袂少，黄连发是其中的一个。伊毋是学者，毋过伊伫民俗台湾写袂少篇文章。较特殊的是，伊写伫民俗台湾的文章有一半拢甲囡仔有关系。伊写囡仔歌，写囡仔咧耍啥物，写因的佚佗物仔，写庄下囡仔平常时是咧创啥。伊家己捌讲，我念互大家听。台湾囡仔的佚佗方式，为大正的尾期到支那事变的期间，时间足短，毋过有真明显的变化。因为日语教育的普及，囡仔的含国家、刻字啊、画群，这款语言拢透烂，实在足袂惯势的。毋过囡仔游玩算甲真欢喜，我感受到昭和前后遮个旧的游戏的变化是足可惜的，所以写落来甲保存起来。伊讲伊要记录是为着要保存遮个囡仔的文化。
迄时有另外一个参与民俗台湾的日本人国分第一科库布脑一起，这个是伫台湾大汉研究西拉雅文化的考古学家。伊讲迄时伫民俗台湾内底写文章的台湾人是咧烦恼，若战败，真可能台湾文化就会无去啊。所以因爱赶紧甲遮个风俗文化拢写落来。伊讲的即句话，即阵听起来有真无共，嘛真深的意涵。黄连发就是即个日本学者讲的一款台湾人，所以伊想要保存囡仔的文化，伊有写着啥物？男性来讲，伊写着古早时阵囡仔咧耍啥物，而且是即阵的人要有印象，也捌耍过。像拄则有讲着放字啊，伊写讲放字啊，就是去捡5粒石头啊，一遍等一粒，等去哩的时阵，就爱念讲放字啊，食一字，刷来个念放字啊，食2字，直直念落去，到尾就是第5粒石头的时阵，爱讲放字啊，装沙千斤，就是互所有的石头拢落伫手里，刷来讲合手，赶紧合起来，看有合着几粒石头啊，就算几分。伊的写法讲这叫做算番数，要算进前，就爱先讲好好算几番，先到迄个数量的人就赢。这甲细汉时捌算过另外一款，1磅加2磅压，3分开，有小可相共。伊也有写着肉骨加，这就是囡仔甲一支镜头啊放伫一个人的手下面，等迄个人来掠。啊，迄个人就爱尽量看会当掠着几个人的镜头啊。咧算的时阵，囡仔就会念肉啊肉骨加，走白卵随你食，随你装，乌鸡囝比密密，鸟鼠囝去见贼。这是黄连发写的第一段。这条囡仔歌后来有真侪变化，头一句拢相共，刷落来就随人变啊。像简昌仁老师伊嘛捌唱讲暗国家，毋是肉国家。伊唱暗国家走白卵，随你食，随你卵，国家囝比密密，鸟鼠囝头做贼，一支刀，一支剑，要走毋走，毋通好。也有人甲第二句改做放国家去找人，找若着放你去，找无着摔得去。刷来我读黄连发写囡仔因咧耍的物件的时阵，我发现一项我细汉时咧耍的红仔飘。伊写讲迄时的囡仔拢读这叫做纸牌啊，是圆形的符啊，就是一张圆的胶纸，顶面有打一寡日本将军，也是古早日本人的图。就爱先甲这个纸牌啊放伫涂骹，若有人甲炮变过就赢。输的人就爱搁踏较侪张纸牌啊起哩，对方有变几张过来，就爱踏几张起哩。等甲对方的牌啊嘛互变过的时阵，才会当换人拍。安尼无几摆送赢送输就知影。这应该袂少人捌算过。我细汉算的顶面拢是印苏验文布袋戏的红仔，原是讲算红仔飘，毋知别位的人是安怎讲的。黄连发先生伊阁有写着另外一条歌，囡仔歌，唱讲月光光，你是兄，我是弟，不可举小刀啊，挂我双边耳。因为逐个月初3的新月，就唱即支刀啊。囡仔若看到，会想到即支刀啊，会使摕来挂人的耳啊。所以因会念即条歌，请月娘毋通来挂耳啊。真可能是因为有即条歌，我细汉的时阵，大人拢叫囡仔袂使用镜头啊指月娘，因为暗时啊是月娘就会来挂耳啊。伊嘛有记载庄脚囡仔逐工咧做诶代志，伊有写着讲庄脚诶囡仔爱去捡肥，就是捡猪屎、白牛屎，刷落来是爱捡食诶，捡切啊、捡番薯、捡土豆，也有着去挽山菜、讲水鸡、捡田螺，也着
捡要去乡茶的草啊，也是去放牛饲牛。伊嘛有写着囡仔安怎用树蛙、叶啊，也是草啊来做佚佗物啊，像讲安怎用纳豆叶来做一只蛇，也是安怎用油仔皮做牛车。黄连发伊毋若是去收集采集尔尔，伊会甲囡仔念的歌写落来，也是伊听到的故事记落来。以后会写这个囡仔是啥物时阵、啥物情形会念这个歌词，也是遐个故事伊听到的，伊是伫倒位听到的，这个故事发生的地点应该是倒位。黄连发先生伊是1913年出世伫屏东潮州，伊读屏东农业学校农业科，也就是后来的屏东农专，即阵的屏东科技大学。伊真爱讲野球，所以嘛捌互球讲着胸坎来着伤。伊20岁的时阵为农校出业了，捌做过技术人员，后来去做潮州信用买卖利用组合这个组织内底做文书做行政。伊生2个后生，一个查某囝，因后来拢做老师。伊的大汉后生黄基朴是一个出名的儿童文学作家，捌写过足侪囡仔册。黄连发因为少年时互球讲着了，肺部得问题，后来伊的身体哪来哪毋好，到1942年的时阵转死头路，去住台南的疗养所。也嘛是自迄个时阵开始，伊家己投稿去民俗台湾。伊的文章嘛得到迄当阵遮的学者的学乐。真明显的是黄连发对民俗学，迄当阵互做民俗学，即马分做考古学甲人类学。伊迄时对这做有兴趣的，伊阁特别叫金管丈夫，迄时即本杂志的发起人，甲民俗学入门的册寄互伊看。后来别个民俗学者甲伊也有做伙计划要整理一本台湾囡仔的民俗记，为遮会当看出讲民俗台湾内底遮个人嘛认为黄连发先生是一个真好的人类学家。可惜的是黄连发伊无几冬了，32岁时阵就过身啊。伫洪益心的论文内底有讲到讲伫民俗台湾发行的这期间，写上侪的台湾人是杨芬平，是一个历史学家、历史教授。排第2的是戴炎辉，是一个律师。排第3的就是黄连发啊。黄连发伊无受过训练，毋过伊是真有热情，嘛写足侪的民俗工作者。而且因为伊写的22篇文章内底，10外篇拢咧写囡仔，算是上早去关心囡仔文化的一个台湾人。毋过到呾真少人知影伊。我想嘛，因为这个原因，王昭华请我伫儿童节讲伊的故事。黄连发写的也佫有一个特色，就是伊会伫文章的落尾注明讲是伫伊的故乡高雄州潮州街遐采集的。所以若要了解黄连发写的潮州，会使去看洪益心的论文1940年代黄连发的潮州地方生活图像。也若要讲黄连发有遮的贡献，伊也写作这文章是安怎拢无黄连发的记载。这问题就较大较复杂啊。应该这款台语嘛毋是干那黄连发拄着，因为历史是人写的，什么人会互人记咧？甲写历史的人甲活的人拢真有关系。我真欢喜这机会会当看到民俗台湾，而且是无张伫伫厝里就找到内底这本。这本册是个安怎来到阮兜？我会安怎去读这本册？我会写伫后期的电子报内底。今日先讲到这，若是有任何的想法甲意见，拢会当写批来甲我讲。若介意这个节目，请伫平台留5粒星，留话也是对中这个节目，也嘛请推荐予你的亲戚朋友。若是要赞助寄付，伫节目的文字说明有连啊，ECPay 也是 PayPal 拢会使。真感谢大家收听，我是现在妈妈，大家再会。